睇下10定11啦。好嚟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咁啊前面快閘嘅馬呢，見到中間位置黃衫就係人心星啦，響佢出邊嘅右龍串鳳啦，埋邊第3位有包裝創新，中間第4發財先鋒啊，第5位出邊呢就難以置信啦，在馬林中間淺藍衫平凡騎士啊，內欄紅衫黃黃地色帽嗰隻就安宇啊，後邊嗰陣啦，出邊紅眼閘揈下條脷嗰隻呢就喜連勇敢啊，咁啊後邊4匹馬常拼常勇一先生啊，63係有目共賞啊，外邊拍住佢呢，仲有隻彈球開心嚟㗎。好啦，接近呢個1200嘅段柱咯，前面放嘅馬呢，就係呢隻人心星啦，右龍串鳳呢，就跟住個第2位啊，第3位嘅話外邊呢有難以置信啦，內欄第4係包裝創新啊，第5位發財先鋒，第6位出邊喜連勇敢，埋邊紅衫第7仲有安宇啊，馬林中間淺藍衫呢，就平凡騎士啊，尾4內欄呢，黃衫係一先生，出邊啊常拼常勇啊，後邊2匹馬有目共賞，咁啊暫時殿後仍然係紅衫嗰隻彈球開心嚟㗎。好啦，過呢個800米嘅段柱啊，睇嚟個步速都唔方快㗎啦，人心星仲係放緊㗎，跟住第2位就難以置信啊，第3位埋邊有包裝創新啦，中間右龍串鳳啊，再喺外邊係喜連勇敢啦，內欄位置仲有安宇啊，中間啊發財先鋒，等入邊黃衫嘅一先生，中間淺藍衫平凡騎士攞出去外邊爆啦，常拼常勇有目共賞同埋最出彈球開心㗎。好啦，正最後直路啦，人心星拋離咗個幾馬位㗎啦，中間位置右龍串鳳同埋喜連勇敢一齊上緊啊，出邊有彈球開心，馬林中間平凡騎士啊，最出仲係隻有目共賞啊，最後200米到啦，彈球開心冚咗上嚟，出邊位置仲係隻有目共賞啊，埋邊就喜連勇敢，最後100米到有目共賞，外邊冚晒贏出呢場賽事，跑第2名係彈球開心啊，第3名喜連勇敢，第4名外邊係平凡騎士啊，位置仲有安宇啊，中間啊發財先鋒，等入邊黃衫嘅一先生，中間淺藍衫平凡騎士攞出去外邊爆啦，常拼常勇有目共賞同埋最出彈球開心㗎。好啦，正最後直路啦，人心星拋離咗個幾馬位㗎啦，中間位置右龍串鳳同埋喜連勇敢一齊上緊啊，出邊有彈球開心，馬林中間平凡騎士啊，最出仲係隻有目共賞啊，最後200米到啦，彈球開心冚咗上嚟，出邊位置仲係隻有目共賞啊，埋邊就喜連勇敢，最後100米到有目共賞，外邊冚晒贏出呢場賽事，跑第2名係彈球開心啊，第3名喜連勇敢，第4名外邊係平凡騎士啊。結果今場賽事呢隻有目共賞咁啊後發先至啦，彈球開心出咗頭先㗎啦，咁但係外邊冚上嚟就係呢隻有目共賞贏出呢場賽事，彈球開心跑第2，第3喜連勇敢，第4名外邊係平凡騎士。臨尾都落飛啊！有目共賞，湯普森搭咗阿蔡約翰啊！睇下呢隻馬係咪攞到呢個打比最後入場券啦？彈球開心翻嚟都跑過第2，入邊仲有隻喜連勇敢啦，第4名平凡騎士好搶口。咩同彈球開心構成一條飛鴿跳？本身4名好近要上啦，贏緊佢2碼嘅2個手部，睇翻賽事嘅可惜。開心嘅賽程更加要善啦，要
跑啱快喎，麻麻地。前面嗰啲都停緊。我哋相對快啲咯，快。幾年咁嘅都係捉翻後少少，開始都揾唔到。好啦，湯普森個零馬位，加埋蝕分嘅角度都係會上到83分啦。先加咗你不足嘅呢個嘅係正常嘅平衡，所以應該係加10分上下㗎啦，可能11分都未必。我如果想搶分咁啊，梗係冇所謂啦。佢梗係好搶分啦，唔使講啦，呢個幾隻都係4歲幾隻都想搶㗎啦，爆咗幾隻。因為明眼電視啊，真係今日就跑到佢就要用1 kilo 多咯，跑少少嘅第3啦。係啊，咁但係冇機會咯，真係係咪嗰啲將成啱隻跑咧？但係你都未必會試嘅，我哋行得話係試唔咗，呢3、4。如果係咁都2隻，其他冇咁成嘅，一隻定掉啦。跑錯啫，佢啲牌佢錯，佢跑錯咗。